乡真后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英国的首相Johnson已经宣布讲，对初5返点开始，英格兰全境要封锁上无6礼拜，大部分的学校嘛关起来，嘛要大家尽量伫厝内上班。那苏格兰伫头拄仔嘛已经宣布讲要全面封锁，因为新的变种病毒搞团，若无采取行动，英国的医疗体系将要放弃。英国首相强生初时发表电视演说，表示科学家确认新变种病毒的传播力是增加50%至70%，传播的速度让人感觉真惊吓。也就是讲，英国民众预防感染的机会会提悬。为着预防医疗体系出问题，所以强生宣布英格兰全境封锁。Our hospitals are under more pressure from COVID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pandemic. In England alone, the number of COVID patients in hospitals has increased by nearly a third in the last week to almost 27,000. And that number is 40% higher than the first peak in April. On the 29th of December, more than 80,000 people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 across the UK, a new record. Today, the United Kingdom's chief medical officers have advised that the country should move to alert level 5, meaning that if action is not taken, NHS capacity may be overwhelmed within 21 days. 伫咧封锁期间，民众尽量伫厝内做工课，除非必要的采购甲就医等等的原因，若无袂当出国。小学甲中学采用远距离的教学，这嘛是英格兰自从去年3月份甲11月份以来第3届封锁。毋过即届甲前2届无共款，因为英国目前当地执行史上规模上大的疫苗注射计划。伫英格兰宣布封锁前几点钟，苏格兰嘛宣布全境封锁。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we face now than I have been at any time since March last year. Without further intervention, we could breach inpatient COVID capacity within 3 or 4 weeks. 英国初时通报过一天新增加确诊58784例，过一届破纪录，也就是连续7天过一天的确诊超过5万例，而且嘛通报确诊感染28天以来致病死亡的新增加407例，累积75431个人死亡。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镜头等下国内来关心，咱台湾已经开放美国内地进口。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早是专工走去台北港巡视，看报关的作业。苏贞昌是强调讲，肉片要入来咱台湾，要经过3关，包括财政部的海关、防检局的检验，也有食药署的肉片查验，民众会当相信政府。送到位的货柜伫行政院长苏贞昌面头前开开，甲顶悬有印加拿大饭仔叶刀形的肉片、验证编号、甲出产国等等的资料。2021年头一天上班，苏贞昌大动作，带领几个部会首长去台北港视察。有人说我今天是来看莱猪，不是，我是来看检验的整个准备跟程序，我们也可能都看不到莱猪。肉片要入来台湾，就要过3关，包括财政部海关、防检局，还有食药署相关的查验。毋但搭配拢会验，进口的猪肉嘛拢要有相关的标示。今年开始，逐工伫咧卫福部、财政部，还有农委会3个部会官方网站会公告相关的数据。亲像1月初1到初3，台湾猪肉有3048吨，其他会当食的猪肉内累计有2811吨，也若进口的数据拢是0。苏贞昌强调讲，台湾货若要销出去，都要接受人的货卖入来。也若经济部是强调国际贸易的重要。经济部是希望保护国人安全之外，国际贸易的顺畅。这个是很重要。针对地方自治条例，300种的零检出的规范，行政院认为是违宪。外界批评行政院像大法官，若无配合的县市首长，可能会去互弹劾或者是换掉。也若苏贞昌是回应讲，爱行出英国威权的时代啊。在过去国民党威权执政的时候，曾经把一个县长就给撤职，那时候是国民党的威权时代。台湾早已经民主很久了。有人还活在威权的时代。苏贞昌讲，宪法规定有关国际贸易甲食品安全，拢是中央立法而且执行的事项，全国的骹步应该统一，才袂互店头甲百姓摸袂清楚规个乱糟糟。苏贞昌保证讲，为海关到食饭桌啊，政府一定会认真追查，互资讯公开透明，且人民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日东北季风增强，伫遮方面的北部、东部水汽会变济。咱来看上新的温度。
今日伫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有局部大雨，气象局早起嘛有针对湘北基隆发布大雨特报。那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嘉义是11°3，那伫北台湾日时高温有19度到20度，规工是凉凉啊。其他所在是较舒适，也毋过伫拜四冷空气的到位，拜六礼拜进前拢是寒湿湿的天气，乡亲一定爱穿好少。另外，伫空气品质的部分，本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无啥好，是达到感冒式的提醒。一礼拜四，佫有寒流要来，北部有机会低温是降到8度。气象局嘛提醒乡亲讲，即摆的寒流是淡冷，上悬时间是伫拜五、拜六之阵，农民甲渔民一定爱预防寒害。一尾搁一尾沙漠鱼冰度铺伫水面，寒流过后，或者冷却效应，透早气温依然真低，7度海波形成的沙漠鱼甲粉油拢寒死，渔民损失真惨。它不像上次都是冷个2天，然后隔2天它就好了，这次是一直冷下去，所以大致上它以沙漠型上来看结果，它是属于热带雨系列，所以龙陆续移动诶浮上来，就会死掉。虽然顶礼拜已经做好防寒措施，将鱼群引甲避风的所在，沙漠鱼依然未冻寒拢死去。听到礼拜四有寒流家己布地渔民，抢修地内沙漠鱼，不管大小，全部拢鼓起来。这网啊落吼，所有内底有的鱼啊吼，啊个活的拢伊时间甲抢修起来。安尼，慢慢来，愈来愈死愈济，水质愈来愈大。气象局表示，拜四起落来的这波寒流水汽较济，冷空气也较高，湿面感受会真明显。这一波寒流最冷的时间点，预计会落在礼拜5一整天到礼拜6的清晨，在北部、东北部的低温呢，只有8到9度左右。那中南部呢，大概是9到10度；花东地区呢，大概是11、12度左右。拜二、拜三北部、东北部升转凉，拜四寒流到位。拜五、拜六低温湿冷，北部下探8度，中南部也只有10度。离岛马祖4度，金门只有7度。礼拜日开始气温虽然小可回，不过帅气会转冷。未来这2个礼拜是同一个大的西伯利亚南下的冷高压，那预计呢，它的这个强度呢，其实是不亚于上一波这种跨年元旦的天气。那大致上呢，这一波是比较偏湿冷的，那湿冷的感受呢，会比这个干冷还要来的冷很多。专家提醒，这摆寒流体感温度有可能接近0度，就算伫厝内底也感受真湿冷。爱穿好少，养殖农渔业也爱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日本政府邀请台积电去日本设厂积站，即马有重大进展。有消息是讲，台积电要甲日本经济产业省合股成立公司，伫东京设一间封测厂。台积电会乘做美国甲中国去压制美国甲日本去压制中国发展重要的武器。来看自由时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昏参加鸿海研究所揭牌，强调台湾的未来袂使干那靠一座护国的新山台积电尔，应该发展出山脉、山镇。未来科技产业上界重要的是爱靠少年人，所以爱加生囝，才有人才，才有法度产业转型甲升级。来看《苹果日报》，12个参加反送中运动的香港少年人，其中10个大人已经封判7个月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昨昏受风声讲，加上有委托2个中国律师去拍官司，那这2个律师即马封案罪名，已经封吊销律师办。来关心，昨昏咱国内有新增加3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定病例，其中有1个是对法国入境的台湾人，那伊伫法国的期间就破病过，即马是搁互验出病毒。另外，伫越南嘛有通报1宗咱台湾过去的感染病例，经过调查，伊是伫台湾食头路的移工，伫台湾的4天拢毋捌出国过，到底感染源伫倒位，即马嘛在追查。国内新冠肺炎新增加3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全部拢是无症状的感染者。案号814是菲律宾籍30多岁女性移工，去年12月初10来台湾做工课，入境到达无症状，检疫基本进前采检是阴性，检疫基本了后，头家佫甲伊安排自费采检才确诊。案号835是台湾籍20多岁女性，去年2月份去多明尼加拜访朋友，今年1月初伊转来台湾，入境到达无症状。因为入境提供的检验报告无符合规定，伫机场采检了后才确诊。咱案号第816是台湾籍40多岁女性，
长期伫法国食头路。去年10月初捌伫当地确诊，毋过无去互医生看。今年1月初伊转来台湾，入境到打无症状。1月初2因为亲人过身，申请出外，自费采检了后才确诊。他的CT 值是36左右啊。那所以应该也是属于比较早期的感染啊。越南顶日仔公布新增加8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其中1例疑似是为台湾过去的。越南官方回应讲，这个个案是越南前30多岁女性，伫台湾是产业移工，为105年入境，一直到去年底这段时间拢伫台湾。这个个案伫机场有甲其他的越南移工接触甲开讲，而且越南当地隔离是8个人住一间，目前另外7个人采检是阴性。也若感染源还搁伫调查当中。目前先匡列接触者7人哦，那这7人我们会做这个核酸检测跟血清抗体的检验，那已经采检了1人的 PCR 是阴性哦。为英国入境扩大采检的专案，目前爱采检的有216个人，检疫期满的有202个人，有149个人已经完成采检，其中146个人是阴性，3个人检验当中。另外，还有53个人等咧等采检。到目前为止，国内医师2例英国变种病毒株，还有8个病毒株当伫做基因的定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拖。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8500万例，死亡人数有185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例，目前计共815例。中国的病例是87000例，香港有9000多例，即马伫日本已经超过248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700万例，伫印度已经超过1000万例，巴西是超过775万例。欧洲的国家是伫法国是超过271万例，伫英国是超过272万例。镜头来日本的首相菅义伟是表示讲，伫即礼拜有可能要针对疫情特别吃力的东京都甲一寡所在发布紧急事态。另外嘛讲，只要有出现英国变种病毒本土病例国家，因就要停止两国互相商务交流。日本首相菅义伟初时表示，伊考虑即礼拜对疫情上严重东京都甲附近的情形，基于市内川顶3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2城封城，要求民众毋通出外。目前正在检讨相关的做法。日本媒体推测，当局初9队正式宣布，菅义伟也呼吁1都3县爱减少夜生活。1都3県について、改めて先般時間短縮の20時までの前倒しを要請をいたしました。そして国として緊急事態宣言の検討に入ります。菅義偉表示，國會開議了後會修法制定相關補助金甲處罰的規則。ビジネストラックについても、相手国の国内で変異種が発見をされた際には、即時停止とすることにいたします。英国变种病毒来势真凶，日本锁国了后，包含台湾在内，存在的商务往来国家，未来只要出现变种病毒本土病例，就会马上中断商务往来。对延后到今年7月举行的东京奥运，伊表示这是人类战胜新冠病毒，可展示当日本大地当灾后复兴的机会。日本有决心实现这场竞赛，伊也表示日本有希望伫7月底开始做新冠疫苗，老人甲医护人员优先。伊家己也成就建立民众的信心。另外，伫南韩，当局已经决定延长首都圈2.5级、非首都圈2级防疫措施2礼拜，到1月17为止。私人聚会限制伫的5人以下防疫措施是扩大到全国。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那法国的疫情严重，伫新的过年期间实施宵禁。也过有超过2000人伫过年暝伫趴远的仓库内底开 party， 算36点钟才结束。即马法国政府是真生气，要动发。对音乐伫咧跳舞震动身躯，世界看过去差不多无人挂嘴暗。这是新年假期的时阵，法国部分民众出去庆祝的景象。伫咧31东港，超2500个人走去西北部布列塔尼地区，伫咧2座趴远的仓库开 party， 完全无顾政府的宵禁，甲限聚令。
Il y a pas mal de monde, ouais, et ça vient même de pays étrangers. Il y avait qui venaient d'Autriche, il y en avait qui venaient d'Italie. Oui, les gens respectent quand même les distanciations. On s'est privé un an et moi je voyais pas faire un nouvel an sans aller en taf quoi. 这条 party 是连续办到36点钟，人才全部散去。期间警察有来甲因考劝，毋过想要开 party 想甲起笑的民众，毋若无要听，佮摕酒干仔甲石头来甲警察牵，甚至是放火烧警察车。地处至少3个警员受伤，警方敢若会当采用徛卫兵的方式，伫咧仓库甲车路乱炸，甲民众赶走，而且对超过1000个人处罚。警方嘛抓到2个人就是主办者的民众，按算要甲因起诉。 Encore dans les heures qui viennent, au-delà des 1200 verbalisations. Ça fait peur aussi parce que ça peut être un nouveau cluster et tout le monde en subira les conséquences quoi, pour s'amuser un soir. 伫咧民众无顾后果，伫咧佚佗的时阵，医护人员是咧操翻工疫苗注上班。法国国家医学院顶礼拜四发声明指出，英国、德国的注射疫苗人数已经达到10万人，法国说干那100人，进度真正是收慢啊！呼吁政府赶紧卡步。 法国政府是保证讲，1月底之前会拍板，予100万人来注疫苗。公视新闻7万2编译。美国智库有公布调查报告，讲中国透过脱离散车计划，绑架强迫57万维吾尔人去劳动。针对这项指控，北京是讲这份报告是反中国的机关挑工做的，目的是要诽谤中国。 中国新疆又搁传出另款的证据。美国智库全球政策中心调查指出，北京以打击病情为名，强迫超过57万的新疆维吾尔族人用手工抹棉花。将在劳动力是来自近上百万人的新疆再教育营。 Because if you work in a Chinese factory or on a cotton field, you can't go to a mosque and you can't participate in traditional community or religious activities. 不过，中国外交部否认伫咧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过去北京当局将在教育营叫做是职业训练中心，也讲打击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极端主义是必要的。郑国恩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成立的极右翼组织的成员。 也是美国情报机构操纵设立的反华研究机构的骨干，以炮制反华的谣言、诽谤中国为主。新疆棉花的产量在全世界占超过20%，这项调查对全球棉花供应链有正大影响，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上大的棉花出口国，其中有80%是新疆出产。 因为调查讲，差不多所有来自中国的棉质的产品，拢甲维族强迫劳动有关系。美国政府已经伫咧这个月初二宣布，禁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的棉花进口，因就占新疆生产棉花1/3的量。由团体主张对服装品牌业者施加压力，叫因莫甲新疆的工厂做生意。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dividual countries need to do something. We need to enact laws. We need to implement sanctions. We need to legislate and control the fashion industry, and we need to hold the industry accountable to this. 不过，要追踪甲强迫劳动有关的产品无遮简单，所产生的效应，恐惊互时尚产业正头疼。 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辑。今日国际上还阁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葡萄牙传出有一个身体健康的医护人员，自辉瑞药厂甲德国 BNT 的预防车2天后却雄背身。来看美国股市自2021年头一个交易日收乌，因为市场烦恼乔治亚州的选举，也搁有疫情影响经济，三大指数拢落，道琼指数是落382点。 来看波斯湾国家分裂有机会会当收煞，沙特阿拉伯已经解除对卡达封锁，那波斯湾的国家甲埃及今仔日卖签协议，正式结束封锁。今头等下过来，咱来关心进前政府使用权威统治的手段，甲政治犯的土地充公，甲大拢无行。出专会当地研究要安怎恢复被害人的权利，甲相关土地赔偿的条例草案。 包含国防部位在台湾各地大小野区用地，也是高铁使用到小部分土地，甚至是台北第一殡仪馆部分的土地，经过促转会调查，其实都有使用到过去威权统治时期政治犯做到政府没收充公的土地。考虑到这土地到即阵拢也未行转去，促转会也开始建议被害人权利恢复的相关草案。 我们有看到一笔有高铁设定地上权，那可能会是做这个公共建设的使用，也有看到台电的电塔
或是说有营舍。那不过这个都只是资料上看到的文字。根据促转会调查，大约47%当时所着不朽的土地，即阵也空伫遐无伫使用，也是无转卖互人，应该使原地还转去。其他53%的土地，因为已经转卖互人啊，也是正做大路顶无到原物来还转去。促转会表示，可能会有政府来支付赔偿金，金额有价超过上100亿。这当中会包含不动产、土地建物，那也有可能会是有动产的部分。如果原物不能返还，那又或者是说原来的土地上已经盖了很多公共建设，希望是规划用金钱赔偿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情形。即阵促转会根据国防部提供的资料，掌握到当时政治犯做到不朽的土地有254笔，促转会另外找到有300多笔，总数超过500笔。促转会希望赶在1月底之前完成草案的预告，幸好被害人应该有的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伫去年11月26日，台中嘛有6个人做伙是去爬南投仁爱乡的八姑大山，其中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半中途全失踪去，到今也被找到。救援人员即马伫年初时有伫溪边发现到石头摆 SOS 的这救命的信号，所以赶紧要伫继续附近来找找。大石头顶悬清楚的 SOS 字样，另外因溪谷另外一边，佫发现有细粒石头摆出来 SOS， 边还佫一个枪字，这互搜救人员真欢喜，发现的地点是伫台中市和平区的定线溪谷。它大概就是在石窟区的最下方的哈，那它的路程来讲的话，至少要6个小时左右。2个日后发现的地点差3-4点钟的路程，南投县消防局研判，姓陈查甫人可能沿着定线溪谷找出路。姓陈查甫人伫去年12月26日，甲其他山友爬八姑大山，所伫落山被盗失联。接手救援的台中市消防局也出动空中摄影机，确认救援计划。就求救的现场没在那边停留啊，比如说我们找到之后，我们就是只能在附近一直搜索。连续的山难救援，和救援人员是有够忝。根据消防署的统计，去年的山难意外总件数是437件，比2年前加出1倍左右。死亡人数39人，甲即马失踪人数是4人，也比2年前悬出真济。其中核拨1500公尺以下山区，因为一天引擎环事故比以前加2.3倍。伫2020年山难热点当中，玉山、嘉里山、合欢山是前3名。通赔数量拢伫15件以上。做一些明确的规定，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可能可以做一些管制或惩处？登山其实它是探险，它不是冒险。探险就是说它会有一些危险因子，但是很多危险是可以事先排除的。朱清向导指出，疫情甲山林开放，互真侪人去爬山，毋过缺少配套甲重量管制，互袂少人轻视爬山专业。除了无去注意体能甲环境的变化，部分社团因应市场需求大开速成团，也互风险增加。建议将山林教育普及，落实管制，才袂浪费社会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农民退休赎金的制度伫今年开始实施。全国45万的65岁以下农民会当依照基本工资，逐个月上侪会当拨10%的钱去口座内底。农民拨偌济，政府就拨平济放做伙，互农民伫退休的时生活更较有保障。请提脚，谢谢大家，恭喜所有的农民。我们要请我们现场。总统蔡英文甲青农共同导入代表性赎金，代表农民退休赎金制度正式开办，同时也宣告台湾建立完整的退休制度，是完成了我们农民4大福利的最后一块的拼图，也是代表政府兑现承诺、照顾农民的决心。那么第二个意义是，退休制度将在台湾全面的建立，而且此时此刻算是建立完成了。农民健康保险、农民保险甲农民职灾保险，加上农民退休赎金最后一地。蔡英文强调，完成照顾农民4大福利。而农民退休赎金制度是结合老农津贴建立，采自愿参加的性质，必须要实际从事农业，并且有农保的资格，无满65岁，同时无领取其他的社会保险、老年给付，亲身向农会提出申请。根据统计，65岁以下农民有45万人，其中已经有28000人参加。曾经对军公教跟劳保相当的羡慕，因为我们没有嘛。
如今我们也有这样的福利哈，是给我们农民朋友一个很大的红包哈。到我65岁退休，每个月可以领4万5，真是太好了，能安心留在农村做我喜欢的工作。农委会试算，依照今年基本工资24000块，农民用自由提拨1%到10%，若是一个月交上悬10%，政府提拨相款的金额。30岁提拨35年的农民，年满65岁时阵，一个月会使领37000外块；而40岁农民会使一个月领24000外块。你免惊死，年纪大以后无保障，绝对会照顾你。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年轻人愿意回来从农，因为终于有保障了。那也让我们的整个农业的结构调整。农民应随家己的能力，选要缴偌济，每年5月11日也是调整缴的幅度。不过，也是有农民也伫咧想要观察一下，但政策实施一阵仔再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即马政府是叫大家拢爱保持社交距离，安尼每个减糖班。真侪办桌的大型餐厅，去年就拄着疫情爆发，今年疫情阁也未冻点。真侪公司即马已经要取消每个活动，在餐厅有影是头壳冇咧烧。这是年尾大型买鸡的大鸡，却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出现退订情形，以后主要做大型宴会厅的餐饮业首先受到影响。其实有些科技大厂或是金融业，他们都宣布取消，所以影响其实蛮大的。有客人他是想要直接采取像户外的场地，就是比较通风、比较没有密闭空间。较去年来说，比较起来，大概我们目前减少的大概是2成左右。很多企业就是改以中小型的方式。业者讲，2020年12月台湾出现变种的病毒，消费者心肝来更较惊，退订也是改期的情形大大增加。为了减少损失，业者鼓励消费者保留延期，也是以参观代替。户外所在受到欢迎，由企业主决定取消大型的宴会，由各部门家己办理，降低互相烧坏风险。要业者记得订单的时阵，互要求甲道理较开的。就是一些小桌的客人有掉了一些。有一些小公司，我也有掉一些。你们也出锅有多少？大概1至2成。这次的疫情，真的餐饮业我们都是心在滴血。而且快过年了呢。对呀，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那民间的企业、政府机关像行政院也宣布停办年终的餐会。不过，温准各机关该以小型组织餐会方式进行，防范疫情。政府要起到示范的作用，只是大型企业买鸡求水，餐饮业者前换一个方式自救。亲像小型的办桌、较少桌的买鸡，就算有疫情，嘛要靠上一年的辛苦。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今年大东延平乡的梅花，伫元旦过后已经开始开花啊。有专家就表示讲，有一寡梅树会因为天气不稳定，规个乱去，若阵阁拄着落雨，花就落了，嘛影响梅影的收成。梅花是愈寒愈会开花，顶礼拜寒人的第一波寒流来啊！大东县延平乡乱山山区的梅花总算是开花啊，花期比永过80天左右。梅花是小可开啊，专家表示，梅花需要大冷的天气才会大开。这波寒流拄好是大冷的天气，虽望梅花开较慢，毋过山区若是继续大冷，嘛有可能会当赶到3月份继续梅影采收。就是梅花开得很好了，大概可能会好啊。跟往年比起来，今年算是比较正常的一年，花期是比较正常。梅花是落叶的果树，落叶了后才会开花结果。毋过乱山这波开的梅花，所发现已经有部分的果子丛已经有结梅啊，变做花果共丛的现象。毋过专家讲，这是部分的果子丛发育无正常，出现提早开花结果的现象，影响不大。会有早花的现象，就是因为有一些芽，其实它的花芽发育是不是很完整的，所以它遇到稍微的下雨，它大概就会先开出来。大东县有600多公顷的梅影园，最近这5年天气变化真大，梅影拢欠收。毋过今年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大冷的天气对开花有帮助，但是路必须提醒，这礼拜气象预报的寒流是淡湿的天气，路面大家注意雨水会甲梅花拍落来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有民间团体发现台北地区公园内的囡仔游乐设施有重金属超过标准的风险，有医生就警告讲，囡仔人比大人较高吸收重金属盐，所以有立委即摆就要求卫福部爱修订儿童游乐设施自主检查表，将重金属的含量加入去检查项目。
提出二帮点名台北甲新北的公园游具，因的含量超标，家长介意带囡仔去公园佚佗，联会去协会采用上北公园的游具甲设施，发现因的含量拄16500 ppm 到88895 ppm 不等。若是即卖法规，因的含量超过90 ppm 就算超过标准，也就是讲，即寡囡仔常常接触的游具设施，至少超过标准180倍，甚至达到987倍，必须爱重视。它的铅的含量呢是21504 ppm， 也是2%了，其实占了里面全部的2%。那铬含量为什么会有铬呢？因为有的特别鲜艳的油漆呢，它里面会用铬酸铅这种东西。那铬呢，其实是已知的致癌物质。我们看到这个自主检查表里面，其实都主要是规范在这个外观呢，要标示最近的地区的地址和联络方式。但在这次临检的公园里面，却有一些没有这样子相关的资料。民团强调讲，即寡参与的游具设施已经维持一档，煞无任何改进的措施。另外，新北学校有测的表明，赶快嘛去用验出盐的含量超过标准。像讲台南的公园游具，包括路顶拢有盐超标的状况。立委王婉如嘛指出，标准局 CNS 的检验标准有问题，因为有盐的材料，毋乃透过无细致食到，也有可能透过喘气来进入人体。医师警告，盐的中毒对囡仔影响差不多是袂当恢复的，会致使智商降低、注意力无够等等的状况。之前台湾的研究就是说，你的血中的铅每100 cc 的血里面上升超过3个微克的话那就会让你的名次，就是你之后学习的名次少1名。面对囡仔真简单的出现伫咧重金属的风险当中，王婉如提出相关诉求，包括 CNS 针对材料的金属成分规范，拄即卖由出台改换做总含量为主。若是囡仔游戏设施的自主检查表，过去敢若注重外观侧面，敢有落擦、生鲜闭起，所以嘛要求卫福部应该加入去侧面金属含量的检查项目，而且嘛爱公开检验报告予民众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地形放上头，镜头来南投埔里的南光国小是专工带学生囡仔去街仔路行行咧，嘛沿路捡垃圾，趁机会做环境教育，培养囡仔爱惜土地，同齐维护厝边头的环境。平常时看到路边有垃圾，虽然感觉肮脏，不过咱就无一定会去捡。即马一群囡仔兄囡仔姐手拎挂一卡塑胶袋啊，竟然咧烧钱捡垃圾，实在是真难得的光景。这个国校学生捡啊捡，路仔内底垃圾也渐渐满起来。没想到伫埔里一个穿优美的砖头，垃圾竟然满满是。最多的就是槟榔渣，还有呢？然后还有一些纸类，跟塑胶袋。垃圾有没有很多？有，垃圾好多，好累哦。为什么要捡垃圾？就可以环境不会那么乱啊。比较多的是香烟。还有呢？还有那个槟榔渣。做这个事情觉得怎么样？很开心啊，可以保护环境啊。南光国小带学生行去地母庙的这段路途当中，学生会当更加了解家乡的环境和模样，也趁机会甲规世界的垃圾拼拼咧。另外就是说，让他们体验一下说，虽然我们这么漂亮的土地，但是地上有那么多的垃圾啊。除了让他们捡垃圾之外，也让他们就是说养成不要乱丢垃圾啊。含同学行到室外，囡仔也拢真欢喜。人讲上调中小学爱量早做环境教育，对细汉开始调度，培养囡仔爱惜土地好惯势。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来云林古坑的麻园村，最近陆续有外地人搬来这个所在，为着要甲在地居民交流感情，在地有一个少年人叫做林胜义，是专工出大话字，向大家小解庄仔头的人物甲大细项代志。这本杂志要互大家熟悉这个所在。这本杂志看起来内容趣味，排版清楚，袂输外头得买的杂志。原来这本大话字所写的是国县麻园村庄头内底的生活故事。乡亲看到家己甲厝边隔壁拢当做真侪采访主角，拢感觉真心塞。看完心里的感觉，我觉得很亲切啦，因为邻居呢看到邻居就会打招呼啊，上你好啊，好谁好。可是他的家庭背景，你其实很难去说坐下来聊那么深。这本杂志呢，都是我们在生活周遭的点点滴滴，或者说我们生活上平凡的人。为了让新搬来外地人认捌在地，杂志的创办人林胜义向文化部申请经费，特别创办大话字小解地方，希望促进甲在地乡亲的交流。
去年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人，他跟原本的居民就是大家的文化、大家的风俗习惯完全的不一样。对，那也有很多的不熟悉的地方。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刊物，让大家可以间接的去认识、深刻的认识另外一个人，那可以去了解他的一些想法跟理念。林兴业规划未来大蛙季会当结合地方特产，配上到乡亲处理，也是该山顶出刊，加入乡亲稻谷，希望让更较侪人看见满园村的地方故事。记者综合报道。那为着要保存在地宝贵的文化资产，伫屏东东港的东龙宫，嘛有专工设计家己将来的杂志，逐期拢会推出不同的主题，中文甲英文做伙出版，期待甲东龙宫的故事讲互更较侪人知。掀开杂志，丰富影幕相片，中文甲英语，活泼小介在地故事。这本就是东港东龙宫家己设计出版的上新作品，以野王做主题，详细记录王船对起造到完工的规站过程，以及对地方信仰的重要性。目前我们希望能够把东港的一个信仰文化，能够借由一个文字上还有图片上做一个叙述跟说明。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我们非常东港引以为傲的一个信仰提升到世界级的一个方式去做行销。这本杂志风格创新，编辑有路，唔那是东港东龙宫独有，阁是有钱买无。未前推出的成轰动，就算讲庙方无特别的宣传，逐期的杂志嘛是一下出版，就互热情的民众摕了了。这个刊物目前我们是都会放在我们东龙宫的庙内，然后在那个福德正神前面会有一个刊物架、折页架，那边是让民众自由索取。可是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所以常常大概3周、4周就几乎都被拿完了。欢迎大家来到东港东龙宫会当来参与甚至来看阮王船的古典，3年一考野王是足闹热的欢迎咱全国的乡亲会当来甲参拜参观。3年一考野王祭典，自早就是东港在地人的大代志。下一考按算就是明年到。现时阁有这本杂志的小介，对文字保存来讲，更加是大大的帮站。相信未来都有更较侪人了解东港，期待在地文化资产会当行出台湾，踏入世界。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对抗疫情，民众拢会挂喙罨。即摆喙罨是5花10色，即摆嘛标出讲有一寡色水正养目的喙罨，用的原料敢有可能会致癌。经济部的标准局检验局嘛开始调查，讲2礼拜内要公布结果。伫咧防疫期间，翠阳食早一定爱换物件，各大通路所卖翠阳花草甲色水嘛愈来愈多元，毋过爱细致，若是买到无合格翠阳，顶悬的5单色料可能有致癌的记录。经济部票检局对测试开始，会针对翠阳的实体通路、店面甲网络平台来启动有色水的翠阳的抽检，预计1月14进前会完成抽验70个厂牌。依照消保法那么如果说企业经营者有这个制造、贩售、输入致这个消费者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安全的危害那我们会要求他做下架、回收、改正。那么如果说既逾期他不去做这一个下架、回收、改正，我们会依照消保法处以6万元以上那么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我们大概2个礼拜内会将这个检测结果来做公布。所谓5单色料是一种食款染料，常常使用伫咧纺织品、塑胶甲配顶管。毋过其中有部分的5单色料会释放出致癌物芳香胺。过去伫咧动物实验当中，结用证实会增加治疗膀胱癌的风险。目前国内已经禁用22种5单色料伫咧各种纺织品顶管。我们在使用当中，我手会碰触到一些口罩有颜色的地方，万一没有洗手，拿东西吃就把它吃下肚了。我们在戴口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脱衣流汗也可能那个偶氮色素会不会渗透，让我们吃到。若是食药署嘛讲，根据票检局的国家标准，有22种的5单色料袂当用伫咧纺织品，伊用喙罨当然嘛袂当验出。未来议定甲色料纳入去常规查厂的项目，若是伊用喙罨防验出违规使用禁用的5单色料，嘛当以药事法相关处罚200万。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交通大学甲阳明大学对今年1月份开始要合作一间。交通大学这个月嘛会甲因的名改号做阳明交通大学，因为学校大门口的字牌拢是校友真介意翕相做纪念的所在，真侪人是趁还未换进前赶紧走去翕相。交通大学学校门口的牌啊，最近新做热门的翕相景点。原来在台湾有62年历史的交通大学，今年要甲阳明大学合并，门口的牌啊，佮过无偌久就要换名，真侪这边毕业的学生拢等来学校翕相。我来了第2次，每次都看到有人在拍，然后刚刚也很多人来拍。牌子要拆掉了，所以想要纪念一下。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就是觉得我们以前都说我们是交大毕业的，那现在突然改校名，好像又有点不习惯。老相片内底看会到过去，学校门口的交通大学4个大字真眼目。除了毕业的学生一定会来这翕相，佮有做伙对学校毕业的翁仔某嘛选择来这翕结婚相片。大概每天的话，大概从早上都排到晚上。教育公布之后，其实蛮多学生还有校友都回来因为假日的时候真的是人山人海都要排队来大家排队来这个拍照留念其实当然我想说盛况应该空前吧。中部甲交通大学4个字7号迁去，佮过无偌久就要换掉啊。虽然佮有淡薄仔唔甘，毋过学校嘛是爱做好准备，迎接未来的新气象。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基本看榜，咱来看教育部规划按111学年度开始，中小学爱甲本土语言列做必修，也毋过师资是大问题，根本就无够额。要安怎保这？教育部即马当地想办法。国校仔内学生对老师念台语，为111学年度开始，毋但国校仔，高中嘛拢爱上本土语言课。台师大台文研究所硕士班毕业的吴延民，伫9月摕到教育部中等学校本土语言台语文的教师证，嘛是国内头一个中学专业的台语文教师。我的第一专长本来就是台语文，第二专长则是中文科，就是讲真幸运有拄好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赶紧就加科。国家语言发展法规定，本土语言教师是以全职为主。教育部嘛请培育师资的大学配合加开课程。即马时代做法是配合教育部方法。第一，他修教育专业26个学分，修完了后，伊一定爱有伊本土语言的教育专门。所以这种学生找了后去教册绝对无问题。以台语来讲，除了正统师资培训管道以外，教育部嘛透过一寡方法要来补足师资无够的问题。举例来讲，就是一般我们正式师培会培育的，就是他未来会持有闽南语教师证、合格教师证的老师，他会是专任的老师。那第二类的就是他是现在已经是老师，在职老师，但是他有中高级的闽南语认证。那第三类呢，就是他目前并没有教师证，但是他有闽南语的中高级的认证哦。那他就需要经过一些教学职能的培训。教育部说明，配合国教署调查目前各县市需求，规划3种人员会当先来进行本土语言的教课。伫聘用老师的时阵，会依照顺序，先以有台语教师证的为优先，第二是在职老师，最后则是教学支援人员。不过，针对支援人员当时退场，阁需要进一步讨论。记者苏晴、张若水台北报道。来关心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伫美国的纽约有一对台湾企业翁某，伫50档前因创办一间珠江百货，这间老店，即卖因为疫情也佮租金的关系，伫去年底已经收掉2间的店面，互老主顾拢真唔甘。天棚有吊真喜气的红色挂顶，架顶管有各种商品，还佮有一尊搁一尊的新相。这款摆的方式，若是无讲，会就是讲是台湾某一间百货行。毋过，这是纽约的珠江百货。Our store is a department store that celebrates Asian culture. So you'll see, ceramics, you'll see clothing, you'll see gifts and toys and snacks.
珠江百货伫咧1971年开播，创办人是一对拄台湾来的翁仔某，即嘛是新妇接落来。这间百货有卖中国、日本等等亚洲的商品，是当地真有名的华人百货。毋过老店伫咧疫情的冲击之下，即嘛不得已嘛爱收起来。We just were not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with our landlord. We tried very hard. 珠江百货表示，疫情影响到营收，佮加上租金的纠纷，真正是袂堪折。决定要甲伫咧百老汇甲沃克街的2间头酒店收掉。消息打出来，真侪人客拢要趁关门进前，过来看一间这百货。有的人甚至是拄隔壁州来的。It's exquisite, the one and only. You can't find them anywhere. There's no such a store. I hope they stay here forever. We're very sad. Myself and my 2 daughters have been going here since they were babies. So we're really sad. It's been such a big part of our lives. Just buying things for our home, and just has made us very happy. 珠江百货强调讲，收大无代表结束。过去50年，店的地址嘛摆搬真侪届，毋过拢有顺利搁开。不过伊嘛坦白讲，经营方式需要改变。Most of what we usually sell is in the store, and everybody this year wanted to order online. So we had to kind of pivot and really change how we organized our business and our staffing and even our inventory. 毋过疫情无转好，老店所面对的挑战都未减轻。美国商会最近统计，超过一半的小企业主认为讲，经济若是无变好，一年以来得永久休困。纽约另外一项研究是指出，疫情可能互当地3成的小企业关起来，要到50万人会无饭碗打旁。公视新闻7万2编辑。咱来澳洲，澳洲疫情最近亲像有较好。伫去年12月份出现群聚感染的新南威尔斯，当地政府进行大规模的体检，即马已经无确定病例啊。疫情豆豆稳定了后，即马艺文表演嘛开始咧震动啊。雪梨歌剧院伫今仔日就要恢复演出。舞者美丽舞姿配灯光的效果是真声人目。轻歌剧《风流寡妇》伫初5就要重新登来舞台，演员是把握时间赶紧排练。受到疫情的影响，艺文表演全部拢冻点。真无简单，澳洲的疫情有受到控制。雪梨歌剧院经过9个月，搁一届开门，迎接第一批观众。We'll be playing to 75%. Everyone in the theatre will be, or in the public, will be wearing a mask. Obviously, the performers aren't. And there'll be tests before people come into the theatre, so everything is absolutely COVID safe. 雪梨东北部伫去年12月份爆出群聚感染，出现至少180例确诊。伫政府大规模体检之下，总算传出确诊的人数已经无啊。现此时已经解除室内群聚的限制，不过还是有强制爱挂喙罨。The masks that are now mandatory as of today, enforcement will happen today, are important. Why? Again, because of mobility. We don't want to see further restrictions. We don't want to go into lockdown. 澳洲的疫情还未转好，捷克政府有按防疫措施，让餐厅甲酒吧无法度营业。做食业者做伙出来抗议，甲点好多的蜡就放伫咧美丽的杯仔内底，摆伫咧人行道顶悬，为政府大楼一路到旧城区的大厅，有1公里长。Že vlastně vláda se zcela netrefila do svých opatření a naopak spustila daleko vražednější pandemii, a to je pandemie chudoby, nezaměstnaných, krachujících firem a opravdu je to velmi složitý pro nás. 韩国出现袂少爱水的人，趁疫情的期间拢爱挂喙罨走去整形。有一个20岁的女大学生，都开新台票12万去做鼻仔的手术。 아무래도 붓기나 멍이 될 수 있는데 수술하면 그때 이제 다 같이 마스크를 쓰고 다니니까 아무래도 도움이 되지 않을까 싶습니다. 阮记里上课，伫咧厝里做工课，减少面对面的接触，等到互医美手术的需求大大增加。根据统计，2020年医美产业的总值有107亿美金。 甲2019年来比是成长9%。疫情的冲击之下，无减颠倒增加，加做另外一种商机。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疫情已经小年外，防疫已经成做生活一部分。民众踮伫厝内时间长，意外带动国际上各大出版社册销售量。法国作家卡缪伫1947年出版的小说《起义》，去互人看到这人的惊吓，探讨生命轻重，甲即阵疫情是要活要活。即嘛一本册嘛伫国际上骨称红。World over,
2020是法国文豪卡缪过身60周年纪念。英国的乔沃出版社年初就感受到市场对卡缪作品的需求，特别是卡缪1947年所出版的小说《鸟鼠仔》。这本小说讲1940年代北非阿尔及利亚奥兰区因为发生鸟鼠仔封城，故事内容甲人物的心理变化。为事敢若是反映芝麻新冠病毒侵袭的时代，亚马逊网站卖甲无库存，乔出版社赶紧加紧来应付市场的需求。毋但是英国，这本书伫意大利的书市销售也成长3倍，排入去10大畅销书。伫法国甲日本也卖了真好。Because Camus was showing us that we have to accept unprecedented situations and steel ourselves against them. 卡缪1913年伫法国北非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出世，伊老爸是派驻当地法国军团，老母是西班牙甲阿拉伯逃难，伊也听无阁毋捌字。卡缪1岁时阵，老爸就死伫战场，伊得到老母伫一个工人阶级的上古大汉，自细汉就互老师发现伊文学方面的才华。1957年，伊摕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阵，才43岁，是史上第2少年的得主。Maybe they wanted to show that France sometimes has a younger side to it than we usually think. 伊的作品伫全世界被翻译成做70多种的语言，卖出2000万本。伊的故乡阿尔及利亚常常出现伫伊的作品内面。不过，阿尔及利亚人则因为卡缪无积极支持独立，对伊有啥意见 ？Personally, I find that he missed the boat. He missed history. 卡缪伫摕到诺贝尔奖了，伫一个公开场合，互学生问到有关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问题，伊当阵是安尼讲：我要同时谴责盲目的恐怖主义行为。以阿尔及利亚街头为例，有一天可能会伤害到我的母亲或者是我的厝内人。我相信正义，因我伫正义进前，我要保护我的母亲。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16度，上悬是19度；中部温度上加15度，上悬25度；南部温度上加17度，上悬有28度；东部温度上加17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上加11度，上悬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请顺心，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